好，我今晚喺佛山嘅三水睇西甲，今晚係8強進4，但係今晚球場上發生咗一件意外，你可能睇咗成世足球都未見過呢種意外嘅。點啊！你睇咗成世足球，有冇見過球員喺足球場上求婚㗎？我係第一次見啦！哇，真係好開心啊！今晚佛山三水西甲係8強進4，着紅色衫嘅係37戶語，藍色衫嘅咧係廣州聯隊，最終37戶語係2-0勝出，進入4強。今晚求婚嘅靚仔係藍色隊嘅廣州聯隊嘅隊員，恭喜佢求婚成功！我唔識講波嘅，但係我現場睇到好激動啊！佛山嘅西甲咧係從2002年開始舉辦嘅，到今年係第19屆。呢個賽事已經成為珠三角地區夏日狂歡嘅盛事，每年決賽都引起萬人空巷嘅熱潮。而今年第19屆比賽規模創咗歷史新高，有全國40支勁旅920名球員參與競逐。睇下又有意外發生啦，到中場休息又抽獎啊！哇，抽獎抽豉油雞啊！今晚睇西甲嘅現場唔單止有豉油雞食啊，仲有燒乳豬同埋蒸乳豬，仲有桂魚啊！佛山西甲嘅參賽球隊唔單止有我哋廣東省內嘅球隊，仲有香港、澳門同埋廈門，而且佛山西甲係有好濃厚嘅產業特色嘅。參賽嘅球隊大部分都係企業嘅球隊，當然咧亦有民間嘅球隊。乳豬同埋豉油雞係當場分發俾大家食嘅，你有冇睇過咁樣嘅球賽啊？呢度係佛山三水雲秀山體育場，喺1984年係由霍英東先生剪彩啟用。喺7月4號嘅三水西甲嘅開幕式上，係霍啟山同埋陳百祥嚟參加開球儀式嘅。三水西甲嘅賽事帶動咗周邊嘅經濟，帶旺咗呢度嘅夜市。依家你睇到呢啲有燈光嘅圓圓嘅建築就係三水以前嘅糧倉啦。喺以前我哋仲要用糧票嘅年代，三水係全國好有名嘅糧倉嚟㗎。咁依家啲糧倉咧就改成咗好多嘅咖啡店。今晚我哋帶隊人馬喺到食完飯之後再行入去睇西甲嘅，同你介紹呢一間店。呢間店哇，佢食牛好正啊，而且呢度好多香港明星過嚟踢球咁啊。尋晚仲係香港明星足球隊喺度踢完球嘅，所以呢個店主咧同阿叻哥係影咗好多相嘅。睇下呢啲牛骨湯，哇，非常之正啊！仲有呢啲係牛蹄啊，即係牛佢隻腳啊！哇，你係咪見到都想食啊？呢啲係牛脷啊，總言之全部都係食牛。下次過嚟睇賽事一定入嚟食啦！因為舉辦三水西甲足球聯賽嘅雲秀山體育場係位於佛山三水西南街道，所以就被稱為佛山三水西甲足球聯賽。好多謝今晚你陪我睇咗一場靚波，多謝你嘅點讚同關注，拜拜。